北树科体17岁大新成功金矿赢早起办动土，强调合法合规。李书川强调，若真正动工，就爱甲市政府公布意愿合一解约。洪台 TP 内会继续监测雨水量和马台安溪水量，随时通知民众撤离。到3天的市工队10倍就袂当入去灾区。有台湾民众去到德国说防当作是中国的通缉犯查落来，专家建议本人和护照相片查了伤多，就要赶紧去换新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6AM 新闻，我是嘉豪。讲一个回答的台湾总部希望进驻北树区 T17倍，不过这新工程师出伫咧今仔日早起举办动土典礼，外界认为讲这是伫咧甲台北市政府呛声。那大新成功金矿总经理林伟俊强调，这动土典礼是合法合规的，和市政府是同伴关系。那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强调，动土典礼若是真正有开工，就要老实甲市政府讲。讲因的是无意愿合意解除合约。现场人赛气氛闹热滚滚，回答台湾总部进驻北树科 T17、18卡关。新工程师16早起举行开工动土典礼。新工程师董事长魏宝生、甲大新成功金矿总经理林伟俊拢有去到现场。林伟俊强调讲，举办动土典礼是合法、合规、合契约，照民俗看日举行，并不是起无空。这个不是什么挑衅，我们和台北市政府的关系，我再讲一次，我们是伙伴关系，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立场一致，我们就是想要把希望辉达能够留下来。假设今天的开工是真正的开工，那就坦白的告诉我们，他们不愿意跟我们合一结。李树川背回讲，新工程师伫112年就摕到执照，一年来拢无实际开工，这是真正的事实。原则上，新工程师若愿意合意解约，相关解约的条件拢会当提出来讨论，市府绝对会依法办理促成。林伟俊强调讲，补偿金是回答甲新工程师之间的商业关系。虽然双方 MOU 已经伫9月底到期，不过伊对中心谈判是真有信心。星光人寿从头到尾从来没有想要从台北市政府或者是台湾的纳税人这里拿任何的1毛钱，希望能够跟辉达来好好的讨论一下，我们让出来，那么这个补偿金是星光人寿跟辉达中间的事情。我们的跟新售的契约是必须要把建物盖好，拿到使用执照才可以转移。假设他讲了这一个可行，早就 MOU 就已经达成，就没有今天的这一些纠纷。台北市长周万阿嘛表示，希望新工程师合意解约，市府专案设定地上权予辉达，会持续拍拼。台北市监管处讲，新工程师今年10月初9摕到连续壁相关的执照，不过到达也无申报开工。目前的话，连续壁的杂项执照还没有来申报开工。如果有动工，必须依法来申报开工。那目前我们也派人去了解，但目前现场并没有施工的情形。地大川说明讲，若举办动土典礼无实际施工，并无违法。不过，若有实际污地下室，或者是连续壁的施工等等的行为，都会涉及违反建筑法。监管处会当依法罚9000块的罚款，下令停工补办手续。记者综合报道。咱先来关心天气，讲到这热带扰动96W 伫咧西北太平洋顶头发展，这气象署表示讲，这2天将有可能变强，变做是热带性低气压，有机会发展做轻度风台风型。那这个方向目前是预测会向吕宋岛北边往南海去。关岛附近的热带系统是逐渐的增强，并往西逐渐的移动。热带系统在台湾附近的这段时间，尤其是礼拜日一直到下周2，有配合到东北季风的话，可能会有共伴效应的出现，那可能就会产生长时间剧烈的降雨情形。迎风面，特别是北部、东半部，温度会下降，降雨也会变得更为的明显，持续时间也偏长哦，预估从礼拜日开始，一直到下周一段时间。气象署提醒讲，若结做风台受到东北季风和风台外围环流，会产生强盘效应，天气介无稳定。礼拜到后礼拜2，北部和东部地区可能会落雨。
气象署预告讲，这热带扰动19有机会发展做轻度风台，外围环流对台湾的影响是伫咧19到23天。若北部、东半部才有可能会落大雨。针对着这款的情形，伫花莲光复的紧急应变协调所，今仔日咧就把这重点转做是防止风台，会来监控雨水量，也会监测到这马太安溪水位。到时阵若阵可能来发生危险，就分阶段疏开撤离居民。若阵想要去到迄个所在做志工的，就要特别注意咯。对10月开始禁止志工入去灾区，确保大家安全。广播设备因为浸过土水已经无法度使用，花莲光复这乡镇的灾后复原搁在进行，但搁有热带扰动，特别伫拜六礼拜形成风台。中央前进协调所转型变做紧急应变协调所，昨日开始甲重心转做风台整备。第一个任务就是恢复各村的广播特例系统。主要目的就是搭一个啊，效果无好啦，后壁听袂到啊。我毋知顶管到好啊，顶管到好啊，顶管也袂连落来。也未看来遮啦。村里是陆续收到新设备，但是大东村伫测试了后，发现讲在传声的效果歹。大花村是到16早起，敢若装喇叭尔，新线路含主机拢还袂够。对这花莲县政府是紧急采购设备来补强，协调所嘛先到调度警察车含清洁车广播来应用，方便随时通知特例，而且广播特例方案的启动时机。民众都可以收到啊，都可以收到。另外，我们的村里的广播系统也会广播。我们就开始要采取这个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的撤离水位到达1公尺，也就是离河堤我们的堤防1公尺的位置，我们就会启动淹涉湖的警报系统。根据气象署的估计，热带扰动有机会在拜六礼拜形成轻度风台，外围环流大约19到21会影响到花东。花莲万荣、凤林和光复3个乡镇会明显落雨，雨势是到大雨的等级，甚至局部是超过200毫米，到大水雨的等级。为了安全，协调所宣布10月开始禁止志工进入灾区。这几天天气还是可以，不会有立即的危险，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赶快帮这些灾民做这些防范准备。桂林县表示讲，预计特例疏散的人数是1308个人。针对随伫特例的执行，会互观察官和警消这单位帮助村长确认居民确实做好防范。另外，中央已经准备9万包的沙包，目前灾区嘛，敢若剩1000人以下的志工，在6个重点伫沙包的发送，全力帮助民众来做好防台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前几天啊，这台北车头发生性侵事件，台铁总经理彭辉生就表示，会针对治安热点加强巡逻。不过，这台北车头是正快，有学者建议讲，会当警力巡逻为主，监视器监控为辅，结合着 AI 技术，看这旅客敢有奇怪行动。另外，有立委建议讲，会当参考外国设立轨道警察局。那警政署长张永兴表示，会搁再研究。伫台北车头顺来顺去，到顺签的热点去签名。铁路警察来到车头的大厅，密切注意敢有无正常的状况。现场有真侪旅客拢坐伫涂骹，壁顶嘛打出禁止倒咧食酒的标识，但是同款有家友是违反规定。台北车头发生性侵害的事件，公共安全出问题，台铁和铁路警察局启动加强防护，要落实建警率。巡逻密度的增加，然后重点的这个守望，然后让这样的一个事件不再发生。铁路警察巡逻的范围是包括车头的大厅、便所、月台，重点放伫治安热点。巡逻是来到每2点钟300以上，确保站内安全。台北车站日前发生性侵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虽然警方现在已经加派人力针对热点进行这个巡逻，不过还是有民众担心会出现治安死角。你警察也对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他待在这里，拿他也没辙。对啊，这个应该是没有用，只是大家看到警察多一点会比较安心呐。那是多一些监视器，那更好。台北车头的站体真大，就算警力是加强巡逻便所、电梯、金融机构，嘛有可能会出现治安的死角。亲像一寡月台的楼梯是禁止通行，但是旅客凊彩都会当下过去。对台北车头的大厅到卖票口、地下商店街、沿路拢有装监视器。有学者建议讲，监视器结合 AI 的技术，若是监测到旅客有无正常的举动，就会当随同步警方来处理。他譬如说有一些动作是很容易被判断出，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势，然后提出警告。这样子我们在监控室的同仁压力就不会那么大至少
可以透过系统来提供，不用一直在看这件事情。学者嘛，先是讲要提升台北车头的公共安全，基于的问题是一定要重视。立委是关心讲，台北车头是3铁强固，阁有转运站，民众若拄到问题，常常唔知影要找铁路警察还是捷运警察，因呼吁成立轨道警察局。那我们来成立一个，只要是全台湾的，就是轨道的，就是都这个专责机构来负责。为我们来严厉了，台铁、高铁的这个状况，这看起来就是比较能够统一性了。张永兴表示讲，铁路警察管的是台铁、高铁，捷运是交予捷运警察。另外，立委提出全台湾成立轨道警察局，因会对这来研议。记者综合报道。中央航空一名空服员无爽快过去上班，飞回台湾了后就住院，落尾就来过身。个别是当天呢，这中央航空的行政部门竟然来催讲，就要提供这住院期间的请假证明。今下晡有空服人员和民众去到中央航空公司的门口献白玫瑰，表示哀悼。伫中央航空公司门口放纪念纸板，高显一束一束的白玫瑰，哀悼破病复勤返来台湾住院过身的空服员。发起活动的同时，产业工会呼吁中央航空应该要停止维权，检讨员工的请假制度。过身空服员火化个别时之间，家属收到公司催交9月27家庭照顾假证明的消息，家属回传死亡证明，批评公司真正爱检讨。中央航空发声明，对当前业务无实、地属失误表达失礼。工会是讲，空服员当时应该是当兵住院，所以唔敢请病假。家庭照顾假或生理假是在性别平等工作法里面有规范，不能有不利待遇，所以这个空服员当时才会选择请了这个假。一个人被逼到什么程度，需要去讲这种话去回应公司，就是他当时可能非常脆弱，跟非常的害怕。劳工身体不舒服生病，还要被要求硬撑着上班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我们其实认为说不应该让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被正面鼓励存在在企业文化里面。请假制度引起关心，要担任外商空服员培训机构的业者讲，因为航空业按照法规需要派遣一定人数的组员，若是有临时请假，就影响一寡人。在请假的时候，公司必须要尽快的抓飞其他的组员来填补这个空缺，没有全勤的关系而影响到接下来可能会需求班表的权利，这些部分都是依照不同航空公司的规定。要当时带过国籍甲外籍航空的空服员私底下讲，中央航空以全勤就当申请想要飞航班来鼓励，部分外籍航空都无这种的奖励。不过相对也未因为请病假煞未当调班的处罚，各公司因为无共考虑，会有无共的管理手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高铁9月2日推出着宁静车厢的政策，却引起家长的不满。这高铁的董事长呢，苏迪今仔日就去到立法院报告，伊强调讲，这政策宣布时阵就说明，排除囡仔加无自制能力者，会调整执行方式，也含亲子团体来对话。伊是认为讲，这政策措施了后，半年来社会就当接受宁静车厢啊。网络顶有人反映高铁宁静车厢对幼囡仔无友善，铁道局9月中发函予高铁，要求检讨相关的规范。即马新制度实施要1个月，高铁董事长苏德受到邀请去立法院报告效果，甲宣导营养措施。搁一概不回讲，这个制度并无针对幼囡仔族群。育儿族认为说被针对，尤其这个政策推出来的时候，就不是要针对育儿族嘛？他从头到尾就没有针对育儿族。好，高铁啊，我认为还是有失职之处，没有明确的来跟亲子团体来对话。我们会更加的宣导有关于这个宁静车厢跟友善亲子共存呐。好，也就是说，亲子友善除了是高铁的执行方式之外，也是整体我们国人旅客啊，大家也要包容。苏德讲，目前已经取消宁静车厢的卡片，改用看板柔性宣导，嘛会加强服务人员沟通的技巧，开发更较侪亲子素材来协助家长安搭囡仔。根据统计，宁静车厢新制度实施以来，拢总有17146件款道的案件，平均一个车次款道差不多5个旅客。以车厢内底讲电话占上侪，有要5成；使用3C产品无挂耳机的有甲2成外。大人讲话伤大声的要甲3成。台湾高铁源自于日本新干线，好，那我们的车厢跟车体的打造一体成型。所以你也看得到，就是说日本新干线是没有亲子车厢的，亲子友善跟宁静车厢是可以共存的。
书地推估，透过精进作为，差不多半年了后，社会大众会当接受。交通部嘛答应讲，对冷静车厢的新制度，会甲高铁公司讨论，伫3个月内提出相关精进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苗栗的公车业者易捷科技整合公司有11条客运路线，行载技术是向无出车，造成民众无方便。是因为业者这个月薪水发了无够，司机做伙罢工。这公路局和苗栗县政府有介入协调，劳资双方有共识了后呢，中昼过后就开始出车。即马监理机关也要甲业者开罚单咯。你客等真久，客运总算发车。大家赶紧赶行李上车。苗栗县公车业者由这科技整合公司下底11条客运的路线，16向公告专线停驶。上班上课的民众是加一条。加在经过公路局紧急介入，过道已经有发车，不过有民众怨讲已经等几啊点钟啊。10点就出门在等车，等了几个小时。我们这边的乘客真的很不方便，交通上非常不方便。原地由新德客运经营的12条客运的路线。去年9月，由这科技整合公司接手营运，民众讲进前大万分，实在是无出车的情形。这个月初10发薪水，因为发无甲资本爱发的金额，引起司机的不满，全集体罢工。16拢总有11条路线，34班车无出车。我只3个字，相当不满意。我谈到我们又发就特别多，就变成问题人物。驾驶员讲对公司是真不满，加在新德区监理所、甲苗栗县府介入协调，安踏司机的情绪。伫资方答应下补薪水了后，这司机同意过道回来上班。考虑到他们的薪资的问题，那个公司的薪水已经都入账了。他们目前呢，就是下午就是陆续12点后就会恢复行驶了啊。那请各位县民呢，放心啊，那个我们会持续来督导。理解会在中午之前把薪水的差额补足没有问题。那我们会持续的观察，追踪，以避免他中午会承诺会跳票。客运公司无对外说明，因若苗栗县府讲会追踪业者敢有确实发薪水。公路局强调讲，业者无按约定的车帮正常出车，会照公路法第77条罚9000至9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这彰化的检方抓到一间营建废弃物处理厂，交给一间空壳公司，为着废土起向证明，事实上是把这废弃物拢车去地林的中科园区用地。另外，这环境部有查到标的有地主用1车2500到4000的介绍，和几路经营运厂的这厂商呢，把这个无爱地的树基车来到这山区的土地。这2件案件经过检警追查了后，拢甲涉案人起诉。真侪有喙砖啊、玻璃、塑胶甲无路用茶的废弃物，互人等伫遮。地点就伫彰化二林中科园区用地。彰化地检署甲警方查到一间营建废弃物处理厂的姓工负责人，涉嫌交给稀释公司，伫去年3度2风台过了后，等差不多124立方公尺的营建废弃物。伪造土方去向证明，让工地可以报开工或完工，再让集团找地弃置废土。弃置地点在中科的用地。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处理，未来厂商进驻将会面临清理废弃物的问题。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这个集团伫2021年就开始伫各地违法乱赌，警方依照违反废清法起诉涉案的11个人，揪处当刑。当时扩大追查，暗过唔拿彰化苗栗原来有违法乱赌。上面是你们的吗？也是吧。山内4个拢招乱赌的树尾。去年3月，环境部以车行路线远端即时监控，发现苗栗3义一大山区的土地，互人乌白等无路用的树尾，数量超过13000栋。进一步调查，佫发现2022年8月到去年6月，偷盗废弃物的车次有663件。113年8月及10月间，针对张姓祖贤等19人以及17家涉案之清运公司执行搜索，发现张姓祖贤以每车次收取2500元至4000元不等之价金后，任由涉案之清运公司于土地堆置，以违反被吸入新立法、水土保持法等罪嫌，对张姓被告等12人提起公诉，除对犯罪情节重大者从重求刑外，并向法院申请宣告没收不法所得。万栋树尾唔但有可能破坏水土保持，也有可能引起火灾。除了县长的地主差不多204万的犯罪所得会互人宣告没收以外，后续苗栗县政府会阁要求地主等人依法爱复原。
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咧使用行动电话民众爱注意哦，这台中有民众伫咧网卡耍游戏，无使用行动电话，说是凶凶来请烟爆炸，加在是无人受伤。民众讲，这个行动电话用2年多拢正正常，想袂到会凶凶来爆炸。专家认为讲，可能是这电池芯已经旧啊，或者是伤过小所造成的。请烟的随身电源后一秒就规个崩起，花青脆片四个喷，民众较紧闪开，其他嘛伫电脑间的人嘛拢带一个。它整个炸到飞出去，像一个炸弹这样，下班不敢用了，以后就不敢用了。对，因为我不知道会这么严重，因为如果是像这样的话，这样子，如果它是在飞机上或者在车上，这样就很严重啦，因为你没有地方可以躲啊。行动电源，因为它是整个爆了嘛，整个碎片都到处散落，你懂吗？然后我们就开始拿灭火器，它也没有开始燃烧，然后我们就这样处理掉这样子。代志是发生伫14下晡台中一间电脑间内面，谢先生讲，迄当阵随身电源就放伫桌仔顶，代志发生进前10分钟，摕手机啊充电，充几分都无搁开啊。加上这粒随身电源使用2年拢正正常，唔知影是安怎会熊熊爆炸。有可能是它的电池芯老化或者是膨胀，那导致它那个电池芯的内阻过高。那产生过热才会导致爆炸的这个状况。专家指出讲，随身电源主要是电路板和电池芯组成的，爆炸的主因大多数拢是电池芯过热，还是老化等等。今年9月有乘客在坐高铁的时阵，把随身电源放伫卡网在充电，却熊熊导火烧，造成4个人受伤。4月嘛有高铁的乘客，把有装随身电源的卡网放伫位头前的涂骹，无去使用，却家己烧起来。还有民众把白板电脑送去修理，却熊熊导火烧。专家提醒讲，这随身电源一般使用的年限是2年，充电的时阵若发现过热膨起来，搁到使用年限，就建议甲换掉。嘛建议莫拿充电，拿使用3C 产品，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安南区的城西坑大场，昨下晡呢熊熊大火烧，消防局是抢救7点钟才把火势控制掉的。不过透早呢，油源有小可呛烟，现场有4台水灵车继续转水，初步判断才有可能是电池无分类，才造成火灾。对无人机镜头看落去，红色的火有够严，兼有几片的白烟，有够惊人。消防队接到通报，随赶到现场，赶紧拍火。这场火灾是15下晡发生在台南安南区城西烟卖场，喷射队内底熊熊出白烟，后来导火。消防局指出，出动27车，对下晡拍火到暗时10点有拍火器。不过16透早，记者实在到场，喷射内底也佫有寡翕烧出烟，一点点的味道而已。哦，所以没有影响到太大。是没，因为离我们还远了一点。之前好像也有的啦。之前也有，可是好像没有这次那么严重。城西文化场发生大规模的一个垃圾火警首先我们在1个半小时内就让火势给局限住了。那我们有出动27车以及有77人的警役消。那我们也有出动无人机。那也有搭配环保局，也有出动6部的一个水车，那以及有4辆的一个怪手。经过了解，导火所在是二期烟卖场，火烧的面积大概1000平方公尺。环保局讲，昨昏透暝拢有随时咧监控，惊到发生火灾。透早嘛派4台水车继续喷水，调度几台怪手来消土，以防个火灾。加在这回无造成任何伤亡甲财损。大概是因为民众把这个锂电池没有进行分类导致在垃圾里面闷烧起火，在晚间11点就顺利灭火完成。那晚上我们也持续派员监控，那还有水车搭配做这个预防措施。烟卖场内一地一地粪扫，看起来真济拢无分类好势。这回因推测火烧的原因，可能有电池无分类。环保局指出，但若是防灾过后，粪扫量平永年共时间增加4成，提醒民众源头分类真重要。尤其电池较到导火物品，一定要分开，才通避免这款状况搁发生。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有咱台湾民众去到德国的时阵，煞去互砸落来，是因为这德国的海关和警方是拢怀疑讲，伊就是中国的通缉犯，甲伊问4点钟。咱台湾的民众是惊讲会互送去中国大使馆。目前咱台湾的驻外管处已经介入处理了。有专家提醒讲，若准是本人和护照顶头相片查了伤过济，一定要去换新的。德国警察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会英文，他们就是有吼我说 "You are from China, right?" 他们就说我们查过了，没有这种护照啊。
这个电小姐原底买一间德国法兰克号的时阵，因为人民被小无通过，去互海关查落来。德国警方也佫表示讲，伊是中国通缉犯，甲带去房间问问4点钟，互伊真惊吓，甚至引起外交部的关注。我有看到我的照片的颧骨有被点了2个红点，我的颧骨的位置好像跟那个女通缉犯好像有一点像。如果是联系台湾的大使，那我觉得他们可以来澄清，可以证明我的护照是真的。他们如果觉得我就是照片上的那个女通缉犯，他们也可以选择联系中国的大使馆。照片跟他本人可能有一点差距了哦，但这是德方的说法。外馆已经本来持续在注意这件事，那我们也会请外馆一定要跟德方厘清。外交部讲，当咧持续甲当事者联络，提供协助。不过，即卖欧洲新经区国家10月中要启动所谓出入境的系统 EES， 都惊会发生更较侪扫描卡关的事件。专家提醒，护照的相片千万唔通甲本人差伤侪。不管是你有戴牙套还是有整形，或者是长期化妆风格有很大的巨变，其实最好的做法是你还是应该要去申请新的护照，把上面的照片做更新，签名栏位啊，记得也要签。那他这样子，到时候万一有什么，就是他提到什么笔迹辨识或什么的，他才会有一个帮助。根据行李护照指数，16公布2025年上强护照的排名。在全球199个国家、227个地区的护照内底，新加坡排第1，会当免签证通行193个国家或者是地区。韩国是190个排第2，日本排第3，台湾是第37名。会当免签证通行的有136个国家，甲2024年排第35名，有较退步。若美国是头一届无伫咧前10名，这届排12名。中国是因为过去这1年有另外互30多个国家免签证的待遇，所以护照的排名嘛爬起嚟到第64名。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打造关岛基地防卫系统，目的就是要吓惊中国，警告因唔通对台湾出兵。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就表示，除了美国有大动作以外，咱的外交部明年度也增加109亿预算，反制中国打压国际空间的行为。外交部115年预算编415亿300万，比去年增加109亿。虽然部长林佳龙讲，是因为点总预算的比例有降低，加上中国对咱的邦交国施压，互因好处打压咱的国际空间，所以要结合公司部门资源进行无平衡外交战略。不过，国民党立委质疑讲，这价值外交，敢是真做利益外交？增加水的价值，增加水的价值，增值的意思啦，嘿，利益外交啦，谁跟他有利？川普开口闭口攻击呀 ，CPTPP 没有，台美租税协定没有，你没有成绩啊，你养牙不会像花蝴蝶一样。114年度我们的国际行销宣传的1.1亿全数被删除，台湾宣传变少的同时代表什么？代表就是中国可以在国际上大鸣大放。这个时候必须要透过可能国际媒体，好，会有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一些影音的平台。那我们是期待说，既然我们做的那些内容，如果没有通路，那效果还是0啊。面对中国外交预算的加权，25年来规模直头增加11倍。民进党立委希望保留宣传费，让国际看到台湾。不过立委罗美玲讲，115年内底推广华语的预算，哪像甲侨委会有重复。原先是侨委会在主责，而且侨委会在欧洲已经有20所的这个华语文这个学习中心。你们这个计划有没有怎么样的区别？我们甚至可以进入他们政府里面，我们也会把侨委会的力量整合进来。上时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报讲，美国五角大厦正在打造关岛防卫系统。有美国军官讲，强化关岛基地是为着阻挡中国拍台湾，展现美军的作战能力。林佳龙嘛讲，美国这个举动当然是影响中国军事扩张。除了台海之外，我想包括整个第一岛链其他的地区，也都密切相关。我们也会跟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来维护区域的和平跟稳定。即嘛因为美中传习会无确定的因素，总统赖清德拜访友邦，过境美国的计划敢是有上新的进度。林佳龙敢讲，元首出访是外交部工作的重点，若有进一步的安排，会由总统府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参讨通过，把这退休警察的所得替代率调悬到80%，行政院声称实现也无立即明年度总预算。另外，针对着侵假危险劳力津贴，中央地方讨论扩大适用范围，直班被禁拢包含在内。若地方是真支持，警政署是希望讲中央就要来出这条预算。
被法院顶一个会期司法三读通过警察人员人数条例，甲退休警消所得替代率调悬到80%，按过行政院申请释宪，也无列入明年度的总预算。这个案煞超袂平，知影批评行政院无伫顾司法，内政部长刘世峰声明讲，预算偏劣，爱等释宪的结果。专属保持回应，一定12月底前完成退休所得替代率的计算，也甲相关资讯系统的建立。还在测试中，现在跟成熟，而且它需要经过在所有的紧张主管机关在开始测试。若是行政院去年核定半暝慰劳津贴，针对警察、消防、移民、空勤半暝出外勤会当领津贴。不过，基层保安讲，敢若顺路才领会到拜读内勤人员。对这代志，中央地方长期讨论，要扩大适用范围，纳入值班甲备勤。这一些的值班跟背景仍然也有遭受到这个攻击的这种状况，没有不同意说不支持，但是他们说他们的要由中央来负担。是不是等会号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是不是等会号？目前没有一个县市政府编列进去。会号请。不过要后来外勤人员拢会当领到半暝慰劳津贴，相关预算由省付钱，以6到所里差不多拢支持提升警消待遇，希望中央协助支援。它是延长的工时，那它就应该要有加成或者是其他的补贴，深夜勤很花钱，那你自己就要想办法去调节你的人力，说那你真的没有钱，那就大家就尽量减少深夜勤的密度。警权会讲应该比照劳基法加班，那半暝值勤都要发放津贴，那地方政府预算不够，都要调整人力，也是减少勤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退役的官兵和中国通缉，隶属伊甲公股银行申请贷款办保险，拢互拒绝。财政部长是赶紧驳回，不过就立委逼讲是台建人寿含玉山银行，要求金管会着爱查。喺那边将关心的普发现金1万块，按算明仔载立法院拿准三读通过，曾水分就表示上紧11月初就会当发放啊。面对媒体镜头，台建党市长林中元无继续回应，因为民进党立委王定宇15日讲，有基本部队退役官兵因为去中国点名通缉，公股银行无愿意贷款保险，传出这个官兵是甲台湾银行信贷办理保险，引起关心。不过台湾银行否认。初步的了解其实是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银行办的是公保，公保呢不会是个人来做投保。我们大概也初步跟各个公股行库了解，并没有这样。台银再拄伫反映备询的时阵，否认王定宇随个也讲，其中一个个案是甲台银子公司台银人寿申请换名，说甲讲伊是个风险人员，必须去台银人寿的台北总部办理。另外一个个案是去玉山银行办理房贷，甲讲伊有去互中国通缉的记录，较歹核准贷款。被台银人寿告知说，不能像一般人一样来临柜办理，到玉山银行办理房贷，被告知。因为漏搜 Google 发现他有被中国通缉的不良记录，不容易核准贷款。个案机构的部分我们会来做了解，在洗钱防治的要求上面是确实有请他们在这个系统里面要去建立这个黑名单的这个机制。那不过那个中共这个制裁的名单是没有被放进去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所有公股银行甲国营银行实务上会加包括欧盟联合国甲法务部制裁名单列入，不过未有中国的制裁名单。若是立法院一定17三读通过关系普发现金1万块的论性特别预算，曾翠云嘛讲，一定上紧11月初会当发放。第一批是用直接入口做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环境部今日宣布成立环境资讯科技署，这环境部长潘启平就表示，这个 AI 部门未来会当整合 AI 技术，来做这环境资料分析，甚至会当掠这偷污刷造业者，也会当强化救灾，提升效率。前一阵啊，真侪职工朋友进入花莲光复乡斗救灾，不过却因为无统一的整合机制，人力运用较三无长。环境部长裴启明指出，这届虽然有50万名的职工投入救灾，不过因为无运用 AI 来整合，环境部敢若用到2000至3000的职工尔。志工要去哪里帮忙？然后甚至说他未来他的便当要送到哪里去？其实这个管理哈，我们其实我跟那个暨联程指挥总协调官都有讨论说，未来我们一定要有资讯还有 AI 的人能够进来，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救灾更系统化。请揭牌。
环境资讯科技司正式成立。为着要因应时代变化，环境部宣布成立新的部门——环境资讯科技司。这是一个全新的 AI 智慧部门，也当叫做 AI 司。环境部希望透过 AI 来整合台湾所有环评资料，包括空气、水质、废弃物等等，来建立做资料库，也当透过 AI 技术来建立救灾效率。政府的治理呢，必须还有 AI 的运用，都要从资料开始。其实数发部在今年也有资料汇流的这个计划，整合的计划，那也有要推出这个资料创新条例。另外，环境部也计划未来会修正废弃物清理法，规定沙石车拢爱装 GPS， 透过 AI 结合 GPS 的比对，来抓违法偷污沙石污乱开垦的业者。希望透过新的部门，强化政府抓违法业者的效率。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嘉义县即马开始用无人机来查水质资料，免受到地形的限制，而且规套系统有自然检测，降低泄漏的问题。市起步设定了，这台无人机就当自动飞行甲翕相。嘉义县财政税务局配合国内的无人机业者，开发国内第一套土地水质的空气查核系统，唔但解决土地查核受建筑也是地形的限制以外，嘛提升水质资料的正确。那它可以规划路径，而且包括它的影像到达4K， 所以非常清晰。那跟一般的所谓的卫星的拍照有时候那个解析度不是那么高。那它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税务局表示，透过无人机来协助土地查核，这个计划为2020年就开始来推动，配合业者家己开发的软体，佮有相关零件的制造，这套无人机设备拢有通过自然的检测，拢无用到红色供应链的零件，降低资讯漏失的问题。过去的话，他会认为你的量这么少，其实我有技术能力，我也不会跳下来做这个东西，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是呢，从2023年开始，其实因为大家认知会有这样子疑虑的时候，愿意跳进来的供应链越来越多了。那所以我们现行的资源也越来越多。税务资料是足侪拢是人民财产的资料，拢是足机密的资料，足侪资料。所以人惊讲这资料来流出去，包括我翕的图纸的部分，嘛拢流出去。所以人到尾就怎讲？找本土的厂商来做去红色链这个部分来演绎。透过无人机科技的运用，解决屏东山区土地歹查核的问题，减少民众对土地查核的争议，佮会当保护税务人员的安全。税务局讲，已经有关系的税务机关来了解目前使用的状况，会向因来分享，希望替税务工课带来新的科技技术。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高雄旗山老街有2只龙洞犬，介像是卡断去。这动保处表示讲，派人去了解，若总有人乌白坑针造成动物受伤，相关会当罚200万，搁爱关2年。相片内底乌狗一只长正脚，一只长倒脚，而且空喙长甲真清济。高雄旗山老街观光停车场早暗定都有龙洞犬出现，不过最近民众所看到这2只狗仔的脚，哪像是去互这那夹断去。民众讲，伊想要甲救，拢找无狗仔，只好甲相片打去网络，拜托大家斗3工。放那个给狗吃的狗粮，然后偶尔会看到整群的那个流浪狗，那或许会有人讨厌那些流浪狗啊，我也不知道他们放那个夹子的用意是什么。进前迄边有人种物件吼，饲鸡啥会先都有人在偷啦。伊要出来时间不一定啊，超7、8只啊，有时暗时啊，伊会叫人哦，算讲若要过会醒。民众讲附近确实有未少龙洞犬出现，嘛要将乌刀摆造成民众摔断脚。有人要通报动保处来抓，不过坑这那是头一摆听到。动保处表示，19接到通报了后，就随派人去处理。不过连续2天去找，拢无看到狗仔甲这那。动保处强调，民众用这那也是山低调去当动物，相关罚75000块。若是造成动物脚断去甚至死亡，会罚2档。如造成动物受伤甚至死亡，可依动保法第25条移送检调。最重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上罚金。因为老街停车场出入的人车真多，附近若真正有坑在那，人甲动物拢有危险。动保处表示，已经派人加强巡查，现场嘛有布条来提醒，请民众千万唔通违法。记者郭家祖、柯昭勇、高雄场报道。
青岛町的省长农作部这屏东县政府要协助这种红豆农民，补助因来设这围网啊，盗掠青岛町。早上抓到了，一只青豆丁卡伫网啊，看起来已经死去啊，边啊阁有骨仔只放伫涂骹。最近是屏东红豆的种植时节，但是这几年青豆丁的数量增加，因特别爱食红豆的籽，致使红豆发袂水，收成阁减足济。为着协助农民，县府农业处推出围网的补助，唔但会当甲青豆丁冻落来，嘛会使盗掠青豆丁。没有叶面，没有嫩芽，没有办法做行光合作用嘛，到时候这边就会枯死掉了。砍网啊是有效，但是这网啊爱砍较悬的。哦，爱搁砍较悬。跳，会跳了。会跳，会也咧爬起，也个伊就较粗淡薄啊，呀，啊目莫伤宽。这摆网仔补助范围包含1000公顷农地，每一件补助上悬是250块，每公顷上济会使申请8件。假使种植无到1公顷，就照比例来算。补助以实际红豆园的大小为准。县府希望透过围网的方式，让农民减少红豆的损失。高度是80公分哈，然后长度是120公尺的部分哈，但就我们整个1公顷最多就是这边补助2000块，那我们预计大概初步估计大概就补助到大概1000公顷左右，它基本上爬不过去，它就会卡在网子上，卡在网子上我们就是可以把它抓下来。目前屏东县红豆种植大约有3900多公顷，主要集中伫万丹、坎顶、新园。县府提醒，只要是提有合法土地证明的红豆农民，拢会使向在地农会提出申请。申请的时间对公告日开始，到明年12月31。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新竹台湾的合欢车头，6年前呢，新竹县政府甲铁路局组征收了后，变做观光景点。不过最近说，检察院纠正，讲这建筑物无使用执照就要停止使用，游客感觉真可笑。原底应该是游客来佚佗的所在，即马山拢空空无人，代替新竹县内湾线合并车头，过去主要是用来载红毛头原料的车站，尾仔经过整理变做当地观光景点。最近说，予检察院纠正。区域内底有4间建物无使用执照，袂当继续开放游客参观。其实是这个执照的问题，其实应该要归咎于铁路局问题啊，因为这个土地是铁路局的土地，对，所以你要使用执照，并不是我们文化工作者或是社会人士就可以申请，而你要铁路局申请给我，我跟你承租才是正当的嘛。觉得有点可惜。怎么说？就是希望这边应该还是会有游客喜欢来这样子，不要说就荒废掉这样。新竹县政府表示，县府6当前向台铁做合并车站了后，交予当地文化团体经营管理。原底去年底准备继续甲台铁签5年的合约，说因为无使用执照，才临时打动。说来车站范围会向予台铁管理。因为台铁公司受监察院的一个纠正那不是只有针对新竹县的核心车站，是针对全国有关于这些建物未合法之前是不得再出租使用所以本府接获台铁公司的通知之后，我们也跟台铁公司协商，针对这个建物的部分要尽速去合法那如果未来能够取得合法的部分，本府会再继续跟台铁一起来合作，努力来活化这一个场域嘉义近真侪游客来佚佗的合并车站，向代替了后，经营方向嘛受到大家关心。未少游客拢希望未来有好的规划，莫让这个充满历史甲情感记忆的车头消失去。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观光署伫南投民间乡的青北溪打造全国唯一用地做的主题游客中心，即摆搁再增加一个地处，游客会当亲身体验到地美文化。大的茶球，它目前有280台厅，是台湾第1大茶球。导览员甲游客介绍南投做地过程热暖的地球，嘛提供满地时爱穿的衫，甲过礼啊，互游客体验。那详细说明做地过程，嘛互游客亲身插地。这是交通部观光署33国家风管处伫青北溪游客中心的地文化主题馆。有新开播地处，游客来遮唔但会当熟悉世界地和台湾地知识，会使穿黑板地衫，阁会使插地，真正真趣味。尤其是会使敷面膜，进前袂想到讲地米会使做面膜。我们现在泡的这泡茶是我们松柏脸特有的松柏长青茶。
地处有专业的师傅用泡茶来招待游客。清北县游客中心除了茶文化馆，也增加一间茶厝，游客通啉到中式和西式的茶，另外阁通食到民间的茶、姜黄和红芪，才农特产料理。现场也有规划一个让青龙卖农特产的空间。 啊，较早咱讲茶叶泡茶爱倒掉，我就是咧洗茶米呢，结果唔是呢，结果原来是要互迄茶叶吼，它是球形的，然后要让它舒展。来咱金马溪、南投金马溪民间遮上好的茶米、上好的农产品、上好的特色，包括咱中部5县市的，拢会当伫遮买会到、看会到。是一个品茶跟一个展售的空间之外，那他们后续也会再推出茶文化的讲座、茶工艺的展示，那还有茶乡体验小旅行等等。 三山国家风管处表示，游客会当透过三山处的网站，线顶注文免费的导览、茶茶体验等等，也指出未来茶处嘛规划推出茶文化讲座、茶工艺展览这活动，互民众了解茶米的文化。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中华花坛白山区文德宫野顶牌文化是传承100年的民俗活动，即摆由布袋戏团推出着野顶牌戏出，伫咧校园内面巡回演出。 老日的野顶牌布袋戏，互大家学生囡仔看甲目睭无转轮。去年中华关文化局甲作家康源合作出一本台语的白山区野顶牌绘本，小解在地文化由来。今年布袋戏团改编这本囡仔册内容，巡回学校搬戏。咱透过戏剧，透过文学。 以及咱这台语的演出吼，希望小朋友以及大人吼，拢对这个历史啦、传说啦、哈文学吼，拢有一个定心的这个了解安尼啦。看戏是上欢喜嘛，啊，真趣味，欢喜过程咧，你接受迄个语言，安尼才是趣味啦。吼，啊，你若讲叫有人看者吼，无声无影，可能会较歹。啊，所以用个红仔册甲改做布袋嘛有好处。 白山区文德宫服侍全台湾唯一伫乌西部的福地老爷，今年元宵节举办野顶牌活动，伫庄内了境祈求地方平安，已经传承超过100年，嘛是中华关的无形文化资产。这边的布袋戏巡演，拄好伫文德宫附近的白沙国小演出，囡仔人看戏嘛特别感动。咱即届伫学校看到的布袋戏是咧讲野顶牌，我感觉真亲切。 啊，今日呢有机会，互1年到4年的囡仔吼来看布袋戏，那以这个方式呢来了解在地文化啊，甲传统的艺术，我感觉是一件足有意义啊，对囡仔来讲嘛足趣味的代志。学校表示，文德宫离学校仅600公尺，是共一个生活区啊。学校嘛甲野顶牌列做重要的文化课程，即摆透过传统布袋戏演出，毋但互囡仔人学着台语，也当用多元趣味的方式了解野顶牌的由来。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咱来看国际新闻，美国对9月初到今呢，已经伫咧加勒比海针对可能是毒品罪发动5届攻击，造成27个人死亡。美国总统川拜三也证实讲，伊已经授权美国的中情局进入到委内瑞拉进行秘密行动。川对外的理由是，伊要解决委内瑞拉的罪犯大量走去美国，也搁一毒品走私的问题。不过，《纽约时报》引用美国官员的讲法，讲川政府想要甲马杜罗政权引护倒。 一个月伫海上连续甲5只好亲像运动船崩去，川普政府打击毒品的决心伫遮看会出来。美国针对委内瑞拉其实还有进一步的行动。川普15亲口证实，已经授权美国中情局 CIA 伫委内瑞拉境内展开秘密行动。啊，毋过当记者问到伊是毋是按算甲马杜罗政权并落的时阵，川普无做正面的回应。I authorized for 2 reasons really. Number one, they have emptied their prison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IA have authority to take out Maduro? Oh, I don't want to answer a question like that. That's a ridiculous question for me to be given. 川普表示，委内瑞拉甲国家内底真侪罪犯送来美国，而且还有真侪毒品流入美国。海上帮船的行动看到效果，不过即马美国当地考虑陆上攻击，代表川普对马杜罗政权施加压力当地加强。其实8月开始 ，BBC 这媒体都捌报道，美国针对提供马杜罗逮捕线索的奖金已经提高到1倍，达到50万美金，相当是1500多万台票。当然，这个加深2国的紧张。 No al cambio de régimen que nos recuerda tanto a las fallidas guerras eternas de Afganistán, Irak
Libia。马杜罗互人指控选举舞弊、镇压反对派，伊的臭名大家知，也佫包括互人认为是犯罪毒品恐怖组织领导人。拄啊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肯定的美国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公开呼吁川普加强阻止马杜罗对委内瑞拉人发动战争。Porque no tengo duda alguna que estamos en una cuenta regresiva. Y respondiéndote, Patrick, debo confesar que ha sido un reto grande. 川普的大动作，即马已经互委内瑞拉真紧张。最近一个月，美国一直进行海上军演，15首都卡拉卡斯的郊区嘛出现大型军用卡车。伫马杜罗的要求，进前联合国安理会罕见的召开一场针对上任理事国美国的紧急会议。不过，会中美国驻联合国的使团政治参事凯利伊坚持，美军已经准备必要的时阵采取更加侪军事行动来打击病毒。公司新闻按入梅编译。东南亚诈骗的问题无天好解决，甚至有韩国人死伫遐。南韩政府对柬埔寨3个所在发布旅游禁令，也启动应变，头一步要甲80个韩国人救倒转来。另外，缅甸的诈骗园区又有新部署，用靠网络、卫星网络、家己传发电机，继续伫遐运作。南韩伫这个集团讲，有一个22岁查甫大学生去柬埔寨，做个人就接到勒索的电话，讲伊人伫咧柬埔寨出代志，结果8个找背，互人发现这个查甫学生已经死亡。官方讲死亡原因是遭到酷刑引起心脏麻痹。这个月10号，又有一个南韩女子伫咧越南甲柬埔寨边境附近死亡，法医验尸并无发现任何他杀的嫌疑，不过死亡原因不明。南韩外交部10号对柬埔寨포강산8회 바비 사이地区发4级旅游禁令。 정부의 합동 대응팀을 급파하기로 했습니다. 오늘 저녁에 외교부의 이 차관과 경찰청의 국수본부장 그리고 법무부 인사 등으로 구성된 정부 합동팀이 출국할 예정입니다. 联合应变团小组将会甲柬埔寨官方协调安怎救80位伫咧柬埔寨失去联络的国民。柬埔寨处理伫咧两边骚动的时阵，羁押的韩国人遣返加调查。柬埔寨内政部也证实，22岁韩国籍的查甫大学生遭受酷刑死亡。检方即马以残忍手段杀人、科技诈欺起诉3个嫌犯，并且通缉共犯。នៅពន្ធនាគារខេត្តកំពតមកដល់ពេលនេះនគរបាលក្រសួងមហាផ្ទៃកំពុងសរស័ក្តិសរស្រាំធ្វើប្រតិបត្តិការស្វែងរកចាប់ខ្លួនបកពួកជនល្មើស2នាក់ទៀតតាមការសម្របសម្រួលនីតិវិធីពីសំណាក់អាជ្ញាធរតុលាការ 南韩讲柬埔寨诈骗活動至少20萬嘅世界各國嘅人數參加，包括1000外國南韓嘅公民。民間反詐騙集團希望擴大跨國司法合作加科技阻斷，並且講英國加美國已經起訴東南亞詐騙集團嘅金主，凍結因嘅資產，要求維持網絡一個平台業者主動設定園區嘅連線，唔通幫助犯罪。公司新聞張玉林編譯。 伫咧意大利有一名100歲阿嬷，伊閣佫伫咧開咖啡廳賣咖啡超過80年。伊講當退休的秘訣就是一工做12點鐘，後個月16就是伊101歲生日啦。 咖啡泡了，老阿嬷安娜波西动作真溜达，甲杯仔放起你台面，配咖啡盘汤匙，一杯完美的咖啡就好啊。看到伊这种动作是真歹相信，讲已经100岁啊。意大利的100岁人瑞安娜波西，住伫北部的小镇内比乌诺，伫当地经营一间咖啡厅中央小馆。伊泡咖啡的经历已经超过80檔，是意大利做这项工课时间上长的咖啡师。Che finite le scuole io sono subito andata a lavorare con i miei zii che avevano dei ristoranti a Genova e quindi ho cominciato lì a lavorare a 18 anni e ho sempre fatto questo lavoro. 安娜的爸母是经营一间餐厅，伊伫18岁第2次世界大战拄结束的时阵，就离开故乡，和亲戚做伙做工课。所落来，伊嫁予一个旅馆的头家，但是伊的先生煞无陪伊做伙变老。伫51当前过身了后，就剩安娜一个人，家己经营2个人做伙开的咖啡厅，即马佫增加卖酒的业务内容。对伊来讲，做咖啡是家庭生活以外的全部生活。伊逐工拢对早起7點，一直无闲到暗时7點。不管是过年、耶誕節、國外節，還是拜6禮拜假日，伊唔捌休困。真侪人客因為安尼，真愛來店內和伊交流。Qui è un po' come una famiglia, capisci? Non mi sembra il bar, mi sembra un centro d'incontro. Io ho clienti che adesso sono nonni,
e arrivano coi nipotini dicendo Anna, ti ricordi quando fuori c'era la pista da ballo？ 安娜讲，只要健康状况会使，伊就会继续做。伊嘛建议少年人选一份家己喜意的工课。伊的笑容嘛，常常声尾将和游客和伊做伙翕上老纪念。后个月16，就是伊101岁的生日。暗算到时，除了因囝和因孙，嘛有真侪人赶来遮替伊来庆祝生日。公司新闻单视同编译。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4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平金马马祖对26度到33度。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